你有冇試過，明明工作做得唔差，但每次被人稱讚時，內心第一反應卻係，其實我只係好彩，我未必真係咁叻。總有一日，別人會發現我其實冇料，甚至有時升職、加薪、考到好成績，你都唔敢真正開心，因為你會覺得我好似唔配。其實呢種心理喺心理學上有個名稱，冒充者綜合症 （Imposter Syndrome）。有呢種心理狀態嘅人，即使已經非常優秀，依然會覺得自己只係冒牌貨。佢哋會將自己成功歸因於運氣好、時機啱、別人睇錯，但偏偏唔願意承認自己其實真係有能力，所以每次工作、考試、開會，甚至被人欣賞時，內心都會充滿焦慮，總係驚，如果我失敗一次，大家就會知道我其實冇本事。久而久之，人會開始變得過度緊張、過度努力，唔敢放鬆，甚至機會明明喺面前，都唔敢主動爭取，因為內心深處，你早已經習慣否定自己。而最諷刺嘅係，真正能力差嘅人，很多時反而最自信。相反，越有能力、越認真、越追求完美嘅人，越容易陷入冒充者綜合症，因為佢哋對自己要求太高，永遠覺得我仲未夠好。但其實，如果你已經可以喺一個崗位穩定工作幾個月，很多時已經代表你能力其實足夠。美國佐治亞大學曾經做過研究，如果一個人能夠喺目前職位穩定工作超過5個月，基本已經證明佢能力同職位係匹配。而且研究仲發現，越自信嘅人，往往越容易得到更多晉升機會，因為現實世界好多時唔係最有能力嘅人走得最快，而係最敢相信自己嗰個人。所以有時候，你真正需要克服嘅，未必係能力不足，而係內心不停否定自己嗰把聲。因為當你開始相信我值得，我有能力，我可以承擔，你先會真正發揮出原本一直存在嘅實力。